在热闹的舞狮当中，瑞景艺术珍藏馆剪彩开幕，集结创办人方景亮数十年来的珍藏艺术品拿出来做展示。地点就选在安平。从参观过程当中，了解到更多这些相关文物它背后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的内容。那也为整个安平地区的观光又带来一个新的亮点。展馆当中设有紫砂壶赏析、茶艺品鉴、翡翠文化导览等互动展区，呈现东方工艺与生活美学的融合。最特别的是琥珀艺术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。云南腾冲博物馆它珍藏的一个算珠链的一个部分哈，那光是这个手链本身的这个价值就500多万。琥珀是我这30年来最大的一个收藏，所以在我们2楼整个琥珀的这个展馆，也可以说是应该算全国最大的一个琥珀展馆。在紫灯的探照之下，纹路相当明显。琥珀也是宝石的一种，可以做成手串、佛珠或是招财保平安的物件、摆饰等等，这些都是精选来自缅甸的顶级琥珀。琥珀来讲，黄色的跟白色基本上都属于非常高阶的一个宝石哦。那其他的这个颜色，当然也不是说不好哦，只是说它的产量比较多，这个产量比较少。所以说物以稀为贵，琳琅满目的珍贵藏品还附上价值证明书，白纸黑字挂保证，童叟无欺。方景亮不仅想吸引更多的收藏家，未来更想举办讲座、公益展览等等，推动中华艺术文化向现代生活延伸。记者周海棠的报道。